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烘焙界的名师哈鲁老师。那哈鲁老师呢，其实他一直非常强调好吃的料理，其实它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呢，还是要新鲜，就是我们的食材一定要非常的新鲜哦。所以今天他要分享的这个闪寿司的这个宝石香呢，就是在日式料理里面最能呈现呢这个鲜味的一道很经典的这个料理呢，寿司一定要很新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怎么分享这么精致的这个好料理哦。希望观众朋友会喜欢今天的这一道呢闪寿司料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手作料理好朋友哈鲁老师。今天很高兴呢，就是来教大家做一点会得到掌声的一道料理，就是我们的闪寿司珠宝盒。寿司这个东西，通常在家里会做的话，顶多就是寿司卷。好，那我们今天要稍微发挥一点点创意，然后你们可以利用手边有的食材，不用说特别一定要多么的高档。因为今天整道菜它是呈现一个珠宝盒的蛋糕的样子，但是真正的灵魂重点是在这个醋饭。我要教你们如何做出跟寿司店大师等级的好吃的醋饭。我现在把这个刚煮好而且焖过10分钟的米饭，好，我请小助理帮我倒出来。你要稍微敲一下，这样子吗？对，因为你刚刚煮好了以后，它会有一个那个气压在里面，所以稍微的敲一下，它就会掉下来。不用用力敲，你只要轻轻敲就可以了。倒出来了，赶快把它摊平。好像这样子摊开来，摊开来以后，这个是醋。大家家里都有哈白醋，然后里面我把调味的盐巴跟糖都已经加进去，稍微有溶解，或许还有一些不溶解，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饭是热的。我们要现在趁这个机会赶快把它均匀的倒在米饭上。请观众朋友们在这个搅拌的时候呢，不要用压的，也不要用搅的，麻烦你们用切的，用切拌的方式。Kiki， 你来切好吗？我要帮它扇风。扇风这件事呢，其实不是为了降温，而是要让它的水汽可以迅速的蒸发。所以不要使用电风扇哦，因为电风扇的话，那个风量太大，会让它太快的那个降温。太快的降温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倒下去的那个醋跟调味料就没有办法吸收得很完整。对，然后稍微的翻一下，嘿，从下面翻起来，你再继续，嘿，这样翻起来，然后切，翻起来切一切。老师，那大概要拌多久？你只要拌到就是这个整盘的温度摸一下，跟我们人体的温度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个米饭可以一颗一颗呈现很饱满，它不能软烂，它要结实，一颗一颗结实实的。然后呢，因为我们刚刚不断的扇风的关系，所以那个醋跟调味料已经渗透到米饭的整个360度都渗透进去了，所以它会呈现一个光泽。好，然后差不多了，我们就静置，不要一直搅下去哈，它会，如果你搅太久的话，它会开始变成有一点糊糊的。把那个调味料均匀的摊在它们上面，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放在旁边。这个醋饭我们要静置1到2个小时，一方面是让它更加的稳定。因为所有的物质都是这样哈，当它在产生一个化学作用的时候，如果你不断的打扰它、翻搅它，是会影响到它的熟成。所以我们要让它静置，静置之后，它自己完成了它应该有的化学变化，它就会为我们带来美味的口感。那今天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准备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我刚刚说了半天哈，这个米饭我们使用的是月光米，做寿司用的，就是放了比较久一点点的米。为
为什么要放比较久一点点的米呢？因为新鲜的米它的水分太多，容易造成你在煮米的过程中，它会太过熟、太熟、太湿、太烂，好，所以都非常的不适合拿来使用于散寿司上面。接下来是蛋丝，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蛋哦，所以我一定会准备这个东西，就是把打碎的散蛋切成丝，切块也可以，切块也是装饰起来挺漂亮的。然后海苔丝，这个你们都可以在超市里面买到。这个是大叶，紫苏叶也是可以哦，如果你买得到的话。这个是阿卡米，刺身鲔鱼。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帮它取名叫珠宝盒，所以要有这个闪亮的鲑鱼卵。买不到没有关系，你只要有新鲜的生鱼片就好了。好，再来是甜虾，还有鲑鱼，大家很熟悉的鲑鱼生鱼片。这个鲑鱼生鱼片你可以直接这样使用，然后也可以稍微的拿瓦斯枪喷一下炙烧它，它会更有香气。好，台湾人非常喜欢吃炙烧过的生鱼片。好，再来是花枝，选它是因为配色可以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干净透明。因为干净透明，你们就会视觉上就会带来一种清凉的效果。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螺肉。好，这些就是你买得到的话，你就使用，尤其是宴客的时候，有这些东西会让你的料理更加的增色。接着我要说一下，我刚刚准备好的这个醋饭呢，我今天要来帮它调色，因为我们要做成珠宝盒蛋糕的形状，所以我会帮它调色。今天我使用有3种，一个是超市买得到的哦，紫苏，它是干燥的紫苏，这个东西拌起来的话，你的米饭会呈现紫色。再来是海苔碎，这是干的海苔碎，它会让它呈现绿色，而且有海苔的香气。再来是鲑鱼松。这个也是罐头，在超市也是买得到的。接下来是把这个调味粉倒进来。你说要多少呢？其实我们目测适当的量，因为味道本身一开始就已经调好了。我们现在帮它加进去，只是增加它的颜色、色彩跟香气。好，来助理帮我一下啊，帮我3个拌均匀。一开始我就有说，这个醋饭是这一道散寿司的灵魂。那要怎么把这个寿司米煮得好吃呢？第一，先洗得很干净，洗到没有混浊的米水。第二，沥干，沥干之后静置至少30分钟后，让这个多余的水汽可以整个渗透到它的米饭里面去。这样我们煮起来这个米粒会比较颗颗饱满哈，因为它的本身的水分它就平衡得很好，所以它煮出来的状态也会比较棒，就会一颗一颗的。那再来就是米跟水的比例是1比1，煮好之后把它翻一翻，然后静置10分钟。10分钟静置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这时候倒入醋跟调味料。录影之前，那个助理有问过我说，为什么这个饭是要热的？可不可以冰过的饭啊，或者是隔夜饭？隔夜饭、冰过的饭也是可以使用。但是，刚煮好而且沉淀过10分钟的米饭，它的吸收这个醋饭调味料的能力是最好的，所以老师会建议你们可以现煮，就当天就处理，这是最好的方式。好，然后接下来我的助教已经把这个是海苔的饭稍微拌过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把它拌太久的话，它还是会糊掉的哦。这是蛋糕模具。慕斯膜，拌好的醋饭，第一件事先加紫苏的，也是把它摊开来。然后可能大家要注意的要点就是，因为我们要做蛋糕嘛，等一下把这个模具拿开的时候，周围的线有高有低，是不是就不好看？好，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水平性，可能让它平均一点，不要有高低起伏太大。好，注意一下它周边的线，你可以轻轻的压一下边边。接着第2个，我要用这个鲑鱼饭，那这个调色就是一个噱头，因为你要宴客。然后你有一个 party 拿出来，大家就是会很开心，
尤其是小朋友哦，他们就很现实，有时候不吃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但是你把它弄得很漂亮的话，是可以引起大家的好奇跟食欲的。好，记得一件事情，千万不要挤压它们哦，就是松散的轻压，让它成型就好了哦。然后一样把边边这个水平线处理一下，接着最后这个是海苔口味的。为什么我会不把鲑鱼铺在最上面，而是它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生鱼片这边都比较呈现橘色系、红色系比较多，哈，就不要色系混在一起，这样子才可以互相的提色。如果我最后一层也是用鲑鱼的话，那鲑鱼就会被其他的生鱼片给杀掉了，看不到它们的色彩。好咯，那就最后整理一下这个周边。平整了以后，我就要来开始堆叠这些东西。今天还要教你们一个摆盘的重点，先把碎的东西铺满。蛋丝，其实最近在日本还蛮流行这个寿司蛋糕的哦，因为有一些人不爱吃甜，那可能就是他们生日的时候就会去请家里附近的寿司店帮他们制作一个咸的。好，我蛋丝铺好。我们先以面积来看好了，你要装饰这个散寿司的话，你先把大面积它的色彩比较多的东西先弄上去，看看这里面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它，我们就要先放它，因为如果你先放这些小的东西，再来放大的，它会很突兀，它就会很像被孤立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先处理它。因为它是土色系的，如果你直接就放上去的话，是不是不太显色？所以你可以在它的下面放一片大叶或者是紫苏。等会哦，我要先脱模，脱模前稍微旋转一下，才不会米饭粘在上面哈。稍微旋转一下，好，就可以轻松的拿掉它。你要找一个你自己想要当正面的地方，好。这个地方蛮漂亮的，我们就把它拿来当正面。好，刚刚说的我最大的这个螺肉，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平铺，所有的食材通通不要平的、扁塌塌的铺上去，尽可能让它呈现立体，或者是斜躺。好，先处理它之后，它也挺大的哦，它也来处理一下。然后呢，我加一点点的海苔丝。刚刚我有说一件事情哈，这个摆上去的料不要平躺。那你们看，它现在是不是躺下来了？想办法把它垫高。刚好这边有一个极子，我们来想办法把它垫高。或者是你可以利用生鱼片附赠的萝卜丝，垫在它的下面，让它稍微呈现一个立体感。这也就是日本人的装饰技巧，他们很善用于这一些小配菜。是不是垫得太高了？我看一下，好像也还好，因为它是橘色、橘红色，所以接下来它的旁边我会放的是白色的这个乌贼一开豆，然后它是帮我们切好，这里也塞一点点。如果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摆盘的话，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鱼肉啦、小黄瓜啦。然后干贝啊，全部都切成小块方形，然后散上去也是很漂亮。好，接着我要用它。如果你遇到那个鲔鱼片是比较长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折起来，折起来不但立体，而且看起来也会比较粉嫩。就像我刚刚做的事情一样，然后把它稍微折起来，一方面立体啊，觉得它要来一个3片。接着是甜虾，就是照我刚刚跟你们说的，由大到小来摆放。最后我才要上这个桂鱼卵，因为它是小颗的，而且。像这么散的东西，你要怎么使用它？尽可能不要就是一颗一颗很碎很碎这样散开，你最好是3、4颗、5、6颗一小坨来操作它。我们先找那个空着的地方，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空洞，
我就填补它。还有这里也有一个空洞，这里也来填补它。没关系，我来。面积小的食材，我们就是用填补，最后你把那个空隙给填满。大家不要担心哈，我的手已经有消毒过了。好，差不多这样了。最后我做一些微调。家里不会有金箔这个东西啦，那如果你有的话，要点缀在哪里？点缀在比较突出的地方，一样不是在那个摊平的地方哦，在比较高点。例如这里有一个高点，我们就把它上去。我觉得它的绿色可以再多一些，所以加一点。这个是可以食用的绿叶，装饰它。一样哦，不要平躺，尽可能让它是立体的状态。好啦，我们今天的闪寿氏珠宝盒蛋糕就已经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哈，要领就是颜色，还有立体感。你只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寿司呢，不管是 party 上面展现给大家，都是一个惊喜，或者是送给长辈当做生日蛋糕，也是会非常开心的。那如果说有人不吃生的怎么办呢？那你可以使用熟食的食材，烫过的虾子、烫过的小卷。蔬菜类的话，那个酪梨啦，或者是玉米笋。还有就是切的侧面是那个星星形状的那个秋葵，好，秋葵做起来也是非常漂亮的。好，今天这一个蛋糕就献给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非常的好吃，谢谢你们。